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吟圣诗154首，救主我亲近你。救主我亲近你，心主心的听，我的天性听候，盼望你出声。救主我心了无，那求你有情。你的话是我命，你真拼是你。求主求你显出你眼光的美，淡化我心痛你，坚固我的心。救主我现本是，拢无小家己，欢喜做你做的，全归你。困救主来指示，你的圣旨。拢照主好意思，原来你行旨。咱今日是以西结书读经的第54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先知以西结书是咧讲起着咱国犹大有3摆受掠，头一摆是但以理主前606年，第二摆就是以西结主前597年，第三摆是伫这个主前586年，是伫亚利米的时，甲俄巴底亚的时。因有3摆受掠，也有3摆归回，是伫哈该撒加利亚先知，是主前536年头一摆的归回，然后有来起造圣殿天工，搁起造第二摆归回是文士甲祭司以色列来更新真理律法。第三摆归回是主前445年到430年，是这个省长尼希米。所以咱对地图来看，头一摆受掠是伫这个但以理的时来到伫巴比伦，第二摆是以西结到伫加巴罗的河边，第三摆是亚利米，伊当时亚利米有一寡人流亡，逃走去到伫埃及的所在。以西结这本册是伫主前586年犹大王国前后，因咧描述伫巴比伦遮个人过流亡的生活。以西结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受掠到伫巴比伦的遮个犹大人，也有写互抑搁伫耶路撒冷的人为因所写的。以西结的内容分做4个部分，头一个部分是警告犹大人有关上帝审判，甲耶路撒冷城要受毁灭；第二是有关迫害甲引诱上帝子民的国家要受刑罚；第三是安慰勉励耶路撒冷受掠的犹大人，因要有更名的前途；最后是先知以西结本人对犹大国复国甲重建圣殿的意向。伫先知以西结，伊用信心甲上帝互伊的意向相立，伊看到真深真远的遮意向，也以西结也真重视是内心甲灵性的更新，强调每一个人要为家己的罪负责任，也宣布伊要对复兴国家所抱着的愿望，伊也担起祭司甲先知相တင်的任务，特别来关心是圣殿甲圣洁遮个事。那对规本以西结书的分段来看，
头前1章到24章讲到犹大的灭亡，包括这个异象呼召、上帝的信息甲信号，甲上帝应邀来离开。12章到24章是讲到审判披露。25章到32章是犹大的敌人，包括对敌人的审判，以及对埃及的审判。最后33章到48章是有关以色列因的顶头生甲因新的圣殿。所以头一段是在写好主前592年92到587，是耶路撒冷受包围进前。主前586是耶路撒冷受包围的时。主前585到570是耶路撒冷受包围毁灭之后所写的信息，包括定罪甲安慰。地点是写伫巴比伦，是以西结到伫巴比伦的加巴罗的河边，前到后是主前592到570年，大约有22年久的时间。那照这个48章的图来分配，1章到3章是伫以西结30岁时阵所写的，迄阵上帝调伊做先知，伊是伊狩猎的祭司，但是上帝应邀伊来伫异象中来显现。对第4章到24章是伫先知以西结30岁到33岁左右狩猎的第5年到第9年，看到上帝应邀离开。耶路撒冷一定要受到上帝报应，因就来认捌主是上帝是耶和华。对25章到32章是犹大遮的邻国要得到报应，是伫先知以西结大约36到37岁，就是狩猎第11年到12年，上帝应邀要来对付遮的列国，遮的外国嘛要拢知上主就是耶和华，伊在掌权。33章到39章是遮狩猎村的百姓，因要对巴比伦归回，等到伫耶路撒冷。这段异象是伫先知以西结大约37岁狩猎第12年。伊也看见上帝应邀搁转来，列国拢要知主是耶和华。最后40章到48章是伫先知以西结大约50岁狩猎第25年，看到以色列的圣殿要重新来起造的这个蓝图。所以这是规本先知以西结伊的这个时间表非常的长，但是咱若照这个结构来看，会当看出先知以西结伊有真有次序来安排这本册。咱统计咱所过去54天所读的，咱会当看到先知伊有真侪遮的动作，包括上帝爱伊摕册卷，爱伊倒伫这个做一个城墙，然后互伊看到遮鹰鸟，看到葡萄，看到狮母，看到一对姊妹，看到基路伯的奇象，看到过去的先知，看到鼎，看到遮一刀，上帝互伊真侪遮奇象，拢是咱对先知以西结真深的印象。特别是33章到39章，连续的7章，讲到守望者、好牧者、歹厝边、新的生活、新的生命、大灾难、甲大的复兴，是一个真精彩的部分啊！包括37章高达的骨要过我，上帝互先知以西结有真大的这个启示甲领受40章到48章，就是咱伫最近所看到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异象甲蓝图甲这个圣殿。咱看的是47章到48章，上帝重新来分配遮的土地，除了互12个支派，嘛约瑟分双分，利未支派嘛分着一块，因是伫即个要紧的蛋黄区，所以伫即个圣殿的北边有7个支派，南边有5个支派。最后咱要来看今日48章的最后这6集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甲伊的城门。咱做伙来看先知以西结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6集，30集。耶路撒冷城拢总有12个门，4边的城墙长拢是2250公尺，各有3个城门，逐个门照以色列支族的号名。北边3个是路边门、犹大门、利未门，
东边三个是约瑟门、便雅悯门、但门；南边三个是西面门、以撒加门、西布伦门；西边三个是加德门、阿瑟门、拿弗他利门。城墙四周围共9000公尺。对打以后，这个城要叫做上主伫遮。好，咱伫即个图会当看到，好，这是伫圣殿的即个门哦，对圣经中间，咱当看到圣殿的门，好，总是以西结伊所看见的门，好，是一个新的安排，好，东西南北各有3个，好，3、4、12就是12个门，这12个门呢，就是用12个支派。所以这12个支派，约瑟算一个支派，利未算一个支派，所以12个兄弟，因每一个人拢分着一个门。那用下面这个图，咱来看对照，就是这个紫色的，就是伫利未的这个北边的7个支派，因是占这紫色的所在。绿色就是伫南边这5个支派，因占的这个所在，所以这12个兄弟，因呢每一个人拢来分着一个门，是伫这个整个蛋黄区的这个圣殿的城墙，咱拄则看，这个城墙，一边就是2250公尺，2250乘以4，就是9000公尺，9公里哦。所以若是要行一连这个外墙，若是用咱即马的速度，一点钟会当行3公里到5公里来看，大约要行这个城墙无休困。大概要行2点钟到3点钟的时间啦，算不遮大，不遮大。总是这个圣殿伫历史上伫圣经的中间，并无真正起来。但是最后讲到这个圣殿要叫做上主伫遮，就是耶和华的所在。这个名呢，伊伫这个希伯来文就是Jehovah Shammah，就是意思是讲上帝伫遮，耶和华沙玛。英语是讲 The Lord is there，主踮伫这个所在。所以耶和华沙玛就是耶和华踮伫这个所在，也代表主同在，是代表主踮伫迄个所在。所以这段整个以西结的这个结束，是用这个专有名词耶和华伫遮，上主伫遮，耶和华的所在，耶和华伫遮，来代表互这阵受掠到伫巴比伦这人民，因有一个终末终极的意象。不管因未来人生道路头一个日子安怎，总是上帝嘛拢要甲因同在啊。这12个门，伫真侪无共款的解说运用，甚至甲全世界一天24小时分做这个时区，拢总嘛是分成12个门，也是讲这12个门，代表伫上帝国度内面，包括无共款的这领域，艺术、商业、宗教、媒体、教育、家庭、政治、医疗、农业、工业、公益国度，劳工服务、旅游，安尼个来分，不管按怎样分，总是。这拢代表上帝掌权，上帝伊的主权，伫所有全世界24小时，也是伫地上的国，上帝的国，逐种的区域的中间啦。今日这张最后只有短短60，总是也互咱将整个以西结书来做一个整理甲结束。今日的根据是35节，城墙四周围共9000公尺。对打以后，这个城要叫做上主伫遮，就是耶和华沙玛，意思就是主甲咱同地，甲咱同在，主甲咱伫地。今日这张的感受就是伫上帝的国度中，充满上帝伊的同在，也代表上帝伊的主权，伊的已经临到，嘛就是讲上帝在掌权。虽然以西结伊
伫即个乱世的中间，伊个国家已经受掠2摆啊，搁一届搁较严重的，伫后壁要发生。但是通过先知以西结伊所领受真清楚的异象，伊也来建立对上帝无摇动的信心，互伊的心真坚固。所以不管人安怎甲问，安怎甲踢笑，甚至伊的某过身啊，甚至伊就要扮演即个难民，逃难逃走，但是呢，人安怎甲伊变做恶狗，人安怎甲伊创治甲伊支持甲伊踢笑，但是伊对上帝信心无来摇动。今仔日是10月29号，伫主前539年，波斯国王，伊来带领军队占领新巴比伦，在即个所在就是巴比伦就是拄即个以西结书后尾才要发生的代志，就是满70年因受了70年，是伫阳历的10月29号，10月29号，是伫1969年的10月29号。全世界头一个电子讯息伫2台电脑之间送出去，对这台电脑送到另外一台电脑，这就是 Internet 网际网络伫历史上真要紧的一个里程碑啊！所以1969年50几年前10月29号改变人类电脑的使用。今日是旧历的99重阳节，咱踮伫鼓山的陶喜居安养中心，咱有一个重阳节外展，咱伫咱教会德福据点，嘛从中央这个敬老的活动，也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位长辈，拢会当心灵勇壮，身体健康。今日暗时有祈祷会，咱是华山区，也求上帝来带领伫今日暗时的祈祷会，拢有上帝来带领甲引带。虽望咱即个以西结书读了，但是咱委员继续有逐工的灵修，咱特别也为着来即个拜5暗时的60周年的音乐会，感恩音乐会，甲来即个礼拜日11月2号，设到6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甲运动员游会，目前有600几个人报名参加，求上帝来看顾，甲祝福。伫咱的教会，咱今日最后要用的祈祷是用启示录22章14节，将灯泡洗清气遐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得到权通食活命树的果子，搁通对遮的门入城。这是启示录先知即个约翰互咱看到的即个异象，就是遮的城门是要来所有仰望主耶稣的人来拍开，只要通过耶稣的保血，洗清咱的性命的污秽垃圾，咱诚做新创造的人，却当通过主耶稣来进入城门，来到上帝圣殿，看到耶和华的所在，耶和华沙马上主伫遮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伫这个活话的时间来读这个以西结书，希望先知以西结伊所拄着的代志是伊家己个人，也是伫迄个时代，甚至到伫今仔日也有真侪阮真无法度完全明白甲了解，总是阮会当完全的相信，主你是历史的主宰。你所讲的话是确实，你的应允是永远袂改变。上帝，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将来拢永远伫地主上帝。也愿上帝你的关临互阮会当用柔软的心来领受，也会当来明白主你的律理，互阮会当来避班。耶稣基督对天过来诚做地上的王、世间的王、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也会当引带阮进入到伫永远的乐园。阮搁一摆向主来献上感谢，也愿上帝帮助阮所读的，拢会当诚做阮骹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阮伫主的面头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吟圣诗254首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。成主所选是在宝贵的
先回归你，阳光星下拢无回去，坚心心可变要义，愿要真日升天祈祷，求你降大愿和乐，求主是客家人温和，欢喜应阮愿求告，你的事好将我在做，受你保守应错，是先求主降临会中，求你是阮全会众，阮天沙沙万民当用，何全事何无限量，统治官兵比你手中，阳光袂回应无强，学了自尊心被冲低，感谢圣行来感谢。千呼声心三一上帝，永远不变到万世。阮天主庇佑光关世，主国基金拢无地。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，施温护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